千祈唔好再以為你屋企擺咗幾十年嘅舊港幣、舊硬幣就值大錢。今日呢條片，我用2026年香港最真實嘅鋪頭收貨價、國際頂級拍賣數據，一次性拆穿呢個誤導咗香港人幾十年嘅收藏假象。有位公公辛辛苦苦儲咗40年嘅舊錢幣，一心諗住賣咗佢幫孫仔交大學學費，點知成盒珍藏鋪頭淨係俾350蚊。今日我話你知點解你嘅幾十年情懷喺而家市場面前一文不值。早幾個禮拜，香港旺角一間老牌錢幣實體店發生咗一件令好多收藏人心酸，亦都極度清醒嘅真實事件。一位年屆70嘅長者，手緊緊護住一個珍藏40幾年嘅鐵盒，行入呢間紮根香港幾十年嘅老字號幣店，入面擺滿晒佢由後生年代開始逐漸儲落嘅香港舊硬幣。40年來悉心收好，冇跌過冇爛過，亦都冇亂咁打理翻身，係佢視為最珍貴嘅歲月紀念品。公公今次落鋪，目的好簡單好貼地。孫仔而家讀緊大學，學費同生活費開支壓力好大，而佢一直順住香港人流傳咗幾十年嘅一套講法，舊錢幣擺得越耐，年份越古老就越值錢。佢滿心期待，覺得自己儲足半生嘅舊幣一定可以賣到一筆可觀嘅錢，幫輕屋企負擔資助孫仔讀書。成個點算過程，佢眼中一路充滿住希望，覺得自己幾十年嘅堅持終於有回報。但現實往往最殘酷，店員逐枚逐枚仔細點算、核對版別同品相之後，最後報出嘅總回收價淨係得350港幣一克。公公雙眼嘅光亮即刻熄晒，成個人呆咗，面上寫滿唔相信同唔甘心。佢不斷輕輕臨摸住每一枚紋理清晰嘅舊硬幣，摸住40年嘅歲月痕跡，反覆問：我用心擺足40年，好好保管，冇花冇爛，點解我當寶嘅珍藏只值幾百蚊？呢一件看似普通嘅小事，其實完全暴露咗2026年香港錢幣收藏市場最真實、最冷血嘅行業現狀。我自己深耕港澳錢幣一線交易頂級拍賣市場超過10年，親眼見證成個行業由以前靠資訊差發達嘅暴利小眾圈子，徹底變成而家透明化、數據化、極精細嘅專業賽道，亦都見過無數普羅大眾因為錯誤嘅收藏觀念，白白浪費手入面嘅舊幣潛在價值，仲一直活喺舊錢一定發達嘅幻想入面。而家抖音、YouTube、小紅書各大平台成日都刷到舊港幣天價成交，一枚硬幣換層樓嘅短片，好多人就咁被洗腦，形成咗一個根深蒂固嘅錯覺，只要係擺咗幾十年嘅舊港幣、舊硬幣，年份夠老就係全家寶，就可以輕鬆變現一筆致富。但今日我話你知，網上嗰啲極端天價案例根本唔代表真實市場。今日呢條片，我唔講行業套路，唔賣情懷，唔製造焦慮，完全用2026年旺角、上環、銅鑼灣實體門市真實收貨行情、SPINK 華夏、成軒國際頂級拍賣成交紀錄、PCG、NGC、PMG 三大國際權威評級數據庫，全方位拆解而家香港錢幣市場嘅底層邏輯，幫你徹底推翻錯誤認知，避開所有收藏大坑，建立一套適合2026年新市場嘅專業收藏思維。時間翻返去10年前，2006年左右，錢幣收藏絕對係小眾玩家嘅遊戲，行業資訊盲斷極之嚴重。嗰陣時社交媒體未普及，網上幾乎冇專業靠譜嘅錢幣科普，普通人根本唔識分版別，查唔到行情，揾唔到專業穩定渠道。當年大街小巷嘅古玩鋪街邊收錢幣嘅販子，就係睇準普羅大眾唔識行唔識價，用極低嘅價錢大量回收民間舊藏，再靠自己嘅圈子人脈同專業知識，轉手賺幾倍、幾十倍差價，整整10年，無數香港家庭白白送俾幣商賺大錢，自己幾十年嘅收藏情懷，最終變成別人嘅利潤。但由2023年開始，成個行業格局徹底扭轉，嚟到2026年，香港錢幣市場嘅透明度係歷史以來最高，而家隨便上網都可以免費學到鑑定、分版、睇品相、睇行情嘅專業知識。零基礎新手花少少時間就可以入門。與此同時，閒魚微拍堂等線上交易平台規則越來越完善，所有錢幣嘅歷史成交價、真實行情全部公開透明，冇任何暗箱操作。線上按定服務又平又快，影張相幾分鐘就有準確估值。維持幾十年嘅行業資訊壁壘正式瓦解，但資訊透明之後，最扎心嘅真相亦都浮面。普通人手入面嘅普通流通舊錢幣價錢已經被鐵底鎖死，基本上冇升值空間，仲出現大面積面值倒掛。好多人極度唔理解，點解我擺咗幾十年保存得好好嘅舊幣，竟然連原本嘅面值都守唔住？
我用2026年最真實嘅市場數據，同大家計一條最直白嘅帳。香港高冠中年女王頭像1元硬幣，甩九十18、甩九十9、甩980呢3個年份係歷史上發行量最大、民間存量最多嘅批次。70、80年代香港經濟起飛，市面零錢，需求爆炸，造幣廠長期24小時滿負荷生產，發行量係天文數字。就算經過40幾年流通損耗，而家民間留存嘅數量依然多到數唔晒。根據2026年香港錢幣協會統計，市面流通品佔比超過95%，真正稀缺精品不足1。而家旺角實體鋪統一回收價，品相完好嘅普通流通幣單枚只係5至15港幣，品相稍差嘅價錢直接低過法定面值。好多人屋企擺住成百枚，以為值成萬蚊，實際比幣商批量收頂多1000蚊左右。大家唔好以為幣商黑心，專業幣商收貨係批量入貨，一次幾百幾千枚。呢啲普通幣冇稀缺性，出貨極慢，隨時要擺幾個月，甚至1、2年先賣得晒。資金長期被佔用，仲要俾租金、人工、生存成本，扣晒所有開支，利潤其實極少。講得直白啲，你幾十年視若珍寶嘅舊幣，喺成熟商業市場邏輯入面，只係一堆多餘流通金屬。你嘅情懷、你嘅堅持，喺冰冷嘅市場規律面前，只係無法挽回嘅沉沒成本。更加值得警惕嘅係，面值倒掛零溢價，唔單止係硬幣專利。香港回歸前嘅舊紙嚟同樣大面積跌穿幻想。2026年初，香港錢幣協會官方佈局明確指出，大家最熟悉嘅青蟹10元舊港幣，除咗極少數寶號冠特殊流水號完美頂級品相之外，99普通流通舊呢價錢同面值持平，完全冇收藏溢價。好多人囤咗幾年幾十年，不單止冇升值，仲因為自然氧化、輕微積痕隱性鬱值。錢幣收藏永遠離不開一條核心鐵律：供需關係決定價格，稀缺程度決定溢價，存量超大、受眾固定、揀貨標準越嚟越嚴格嘅大眾藏品，投資屬性一定會完全消失，最後只剩低紀念220升值潛力。而家90%普羅藏家嘅心理落差，全部來自短視頻平台嘅錯誤引導。各大平台為咗搶播放揾流量，專門放大極少數天價成交案例，不斷渲染舊錢發達嘅故事，營造出所有舊港幣都值錢嘅假象。但真實嘅2026年錢幣市場界線極之清晰，天價真品係頂級孤品稀缺版別嘅專利，普通人手入面嘅係當年工業化大量生產嘅大眾貨，兩者完全唔可以相提並論。各大權威機構反覆提醒新手，網上掛牌價唔等於真實成交價，網紅爆款案例代表唔到市場普遍行情。破棄年份越老越值錢嘅舊思維，係錢幣收藏入門第一課。普通流通幣嘅低價現狀，講明咗大眾藏品嘅市場宿命。而2026年高端拍賣市場嘅真實數據，就貼底印證咗收藏界股不變嘅真理：物以稀為貴。而家嘅稀缺同擺放年限完全無關，只睇3樣嘢。獨一無二嘅歷史背景，小眾專屬版別，極低傳世量。而家資深藏家同專業投資者早已唔再單純追捧老舊藏品，大家競爭嘅核心係挖掘版別獨特性、歷史唯一性，還做工藝特殊性。2026嚟得甚不年，香港 SISBINK、內地華夏、北京成田等頂級拍賣行紛紛開設香港近代機製幣專場，其中一枚 PCGS 專業評級嘅1866年維多利亞女王半元銀幣，掠動成個華人收藏圈。好多新手以為佢天價係因為有入60年歷史，其實完全錯。佢嘅核心價值唔係年份，而係歷史地位。1866年係香港本土造幣正式投產、自主黃幣歷史嘅元年。呢一年嘅機製幣係香港近代黃幣史嘅開端，擁有無可替代嘅里程碑價值。今次上拍呢一枚更加係極度罕見嘅過渡版別。根據香港造幣廠原始檔案記載，建廠初期設備同模具都處於磨合階段，工匠需要不斷調整模具參數、珠點排列、浮雕深淺，因而誕生大量短暫存在、隨即絕版嘅小眾版別。當中女王頭下方珠圈分為大珠圈同細珠圈兩種，大珠圈過渡版傳世量淨係得個位數。呢種微米級嘅細微差別，新手完全睇唔出，老玩家唔靠專業圖譜都容易忽略。但就係呢少少細節，令呢枚幣估值高達80萬至20萬港幣，比同年份普通版別高出幾倍。同樣係1866年半元銀幣，普通品相普通版別而家只值幾萬蚊，稀缺版別直接啱身百萬級真品，差距完全由稀缺性決定。呢套邏輯喺紙幣收藏上面更加明顯，
亦都徹底改寫咗紙幣收藏嘅評判標準。以前大家淨係睇紙幣有冇摺痕、有冇破損，而家高端紙幣收藏精細到紙張材質，由墨配方印刷批次生產廠家。1941年香港能陷前夕發行嘅戰時紙幣，一向被視為自帶稀缺屬性，戰亂令大量紙焚毀、遺失、損毀，流傳至今本來就好少。但2026年業界整合三大國際評級機構百年數據庫之後，得出一個衡腹市場嘅結論：同款甩九受一年戰時紙幣，唔同印刷廠、唔同批次、唔同油墨紙張嘅藏品，傳世量差距高達100倍。二戰期間，香港物資極受基拿佛臨時接手印售嘅細廠，只能用劣質紙張同替代油墨趕工。呢批戰時特供紙那材質極唔穩定，好易氧化脆化，能夠完整留存到今日嘅極之稀少。亦都成為2026年紙幣市場逆市升值嘅核心品類。呢個發現俾晒所有普通藏家一個全新嘅價值判斷方法。官方公佈嘅發行總量參考價值已經好低，經過百年流通戰亂自然淘汰。真正決定藏品價值嘅係而家嘅真實傳世量，特別係高分完美品相嘅存量。而家最專業嘅判斷方式就係查權威評級數據庫，精準睇單一版別、單一分數段嘅傳世總數。好多千萬級發行量嘅藏品，高分品相淨係得幾十枚，呢啲先係真正有潛力嘅隱藏真品。當版別稀缺性被挖掘得越嚟越盡，2026年錢幣收藏嘅品相溢價正式進入極致內卷階段。10年前大家只係粗略分流通品同未流通品，而家已經精細到初打幣、原光狀態、原生包價、人工刨光嘅微細差別。國際評級機構亦都升級體系，新增鏡面效果、首日初打、超精浮雕等細分標林。單呢啲標林就可以直接帶來50%至翻倍溢價。我哋用1971年香港 H 廠嘅1元硬幣做例子，呢款係圈內公認嘅經典款式，倫敦西頓造幣廠出品，工藝精良，底板自帶鏡面質感，但因為品相細微差距，價錢可以天差地別。經過人工清洗有細微劃痕，底板暗沉嘅普通裸幣，冇人問津，市價大約200港幣。MS63 基礎品相冇明顯瑕疵，新手最中意揀，成交價600至800港幣。去到 MS65 勾分底板細，車輪光hoàn整，零擦痕，市價直接突破年薪港幣。2026年4月線上拍賣，一枚 MS66 高分帶初打標式嘅同款硬幣，最終以利刷500港幣成交，刷新常規品相紀錄。好多人唔明點解只差1分價錢可以翻倍，因為標準化量產硬幣，百里先可以揀一枚 MS65，而 MS66 係近乎完美嘅頂級品相，出廠之後幾乎零摩擦、零氧化、零磕碰，係工業生產入面可遇不可求嘅極品，稀缺性遠超普通高分幣。與此同時，行業審美都徹底逆轉。以前玩家中意使到金光閃閃嘅銀幣，覺得越新越亮越值錢。但2026年高端市場徹底回歸原生態自然沉澱嘅百年包更，係最高加分項。人工清洗洗白嘅幣面反而會大幅貶值。以1895年香港貿易銀元為例，同樣分數、同樣版別之下，大自然靛藍金殼漸變五彩包型嘅藏品，比人工清洗嘅白光幣貴30%到50%。資深從業者一致認同，自然包係錢幣長期氧化形成嘅織物保護層，既可防腐蝕，又係獨一無二嘅歲月印記，冇辦法人工仿製，係老錢幣嘅靈魂。呢度我一定要分享一個無數前輩踩過嘅超慘教訓，亦都係我見過最可惜嘅收藏悲劇。我認識一位資深藏友，屋祖傳一枚1868年維多利亞半元銀幣，原生態零人工干預，品相完整，包監醇厚，原本係可以拍到5隻5萬港幣嘅頂級真品。但佢覺得幣面氧化暗沉唔夠靚，聽信偏方，用酒精配眼鏡布慢慢擦色曝光，就係一次簡單嘅自以為正確嘅保養，直接毀咗成枚真幣。人工測色之後，幣面原廠肌理鐵底受損，高清顯微鏡底下布滿密密麻麻嘅雜亂劃痕，最後送去評級，被標注人工清洗瑕疵，冇分評級。拍賣成交價只係1,800港幣，一時衝動，直接蒸發近4萬港幣價值。2026年。香港錢幣行業峰會上面一班做咗30年嘅資深幣商，定出咗一條收鐵律，只要檢測到人工清洗、打磨、曝光痕跡，無論版別幾稀缺、分數幾高，一律折價。失去原生包靠嘅錢幣，只係普通金屬，失去咗收藏最寶貴嘅歷史質感同人文價值。呢度都提醒所有收藏新手，錢幣保養絕對唔係隨手刷隨手洗，唔好攞手掂幣面，唔好用紙巾抹，唔好落牙膏、橡皮擦、清洗劑。
所有人工干預都會造成不可逆嘅永久損傷。保留原廠原生狀態，接納自然氧化，先係守住藏品價值最簡單、最有效嘅方法。而家旺定技術全面升級，高倍顯微鏡、夢光檢測儀、微觀紋理分析儀全面普及，任何微細人工痕跡都無所遁形。2026年3月，頭部評級機構專門曝光市面罕難嘅超聲波清洗造假手段，呢種閉肉眼完美無瑕，但微觀底下會留低永久損傷，直接令藏品損值。1964年香港1毫女王硬幣傳世量極大，普通品上零日價，但長期自然形成嘅軍爛淺金包金，可以牢牢隔絕空氣水氣，鎖住原廠光澤。相反，強行拆掉包金，裸露金屬會快速氧化發黑生沉變質，鐵底失去收藏價值。去到2026年，錢幣保養已經有標準化規範，日常只可以用軟毛刷清理表面浮塵，嚴禁一切化學清洗同機械打磨。藏品狀態唔好，千祈唔好自己亂整，一定要交俾專業機構保養原生態嘅歲月痕跡，永遠比人工寄造嘅光亮品相更珍貴，更受市場認可。當板別品相保養呢3個基礎維度嘅紅利被挖掘得七七八八之後，2026年高端收藏嘅價值競爭升級到最高維度，歷史趣事同人文賦能。而家單純板別稀缺，品相頂級，已經唔足以拉開頂級藏品嘅價格差距。資深藏家同資本瘋狂追逐嘅係擁有獨特歷史故事、完整溯源脈絡、專屬時代記憶嘅藏品。普通流通幣、常規紀念幣已經打動唔到高端投資者，能夠逆價翻倍、拍出天價嘅，一定係承載獨特歷史事件、人文情懷嘅時代載體。2026年5月，香港國際錢幣展晚宴拍賣，一枚1975年英女王訪港紀念金幣，拍出遠超市場均價嘅天價，成為年度熱門藏品。講基礎參數，呢款金幣發行量適中，民間存量唔少。普通裸幣價格長期穩定，冇突出稀缺優勢。但今次上拍呢一枚，擁有獨一無二嘅完整溯源檔案、原始贈與信、交接單、計術分全部齊檔案清晰記錄。呢枚金幣當年係港英政府財政司官方特製禮品，專門贈與負責女王訪港安保工作嘅退役高級警司，傳承脈絡清晰，來源正統，零斷代零造假嫌疑。呢一層官方傳承背景，令佢由一枚普通工藝紀念幣升級為見證70年代香港黃金發展期中英外交盛典嘅核心文史遺物。最後成交價比同分數普通金幣高出整整1倍。呢套故事賦能嘅逆價邏輯喺紙質票證上面更加突出。一張1865年香港上海匯豐銀行原始股票證書，冇精緻工藝，冇稀缺發行背景，卻喺2026年多場拍賣被藏家重金爭搶。核心原因係票上手寫記錄，清晰標注股權合作對象係怡和洋行核心大班。呢張小小紙將完整串起香港開埠初期資本積累、外資入駐、洋行貿易、銀行崛起嘅隱藏歷史，見證香港由漁村體變成國際商首港口嘅全過程。藏家買嘅從來唔係不可複製嘅時代記憶同歷史脈絡，最動容嘅係呢套邏輯而家已經覆蓋現代紀念幣，打破咗現代幣冇溢價嘅固有認知。1997年香港回歸前夕發行嘅青馬幹線通車紀念幣，原本發行量大、存量充足，常規市價只係幾百蚊，幾乎冇升值空間。但有一套特殊藏品，附帶原藏家完整手寫日記、舊牌憑證同全套收藏記錄。泛黃嘅手寫日記記錄嘅唔止係買幣過程，仲係一個普通香港市民喺時代交替之際嘅真實心境，寫滿1997回歸前夜嘅細雨，對時代變遷嘅忐忑，對未來生活嘅期盼，記錄住冒雨落鋪買幣嘅熱誠同幾十年珍藏嘅初心。呢套承載普通人青春記憶同時代情懷嘅紀念幣，最後喺年度情懷專場拍賣，以近5000港幣成交，日價超10倍。全場爭搶嘅從來唔係一套普通紀念幣，而係每一個普通人親身經歷大時代嘅專屬印記，係藏喺歲月入面有血有肉嘅人生故事。呢一就係收藏嘅最高境界。收藏錢幣本質上係收藏歷史長河入面屬於自己嘅一朵浪花，無數真實案例證明。2026年嘅收藏邏輯已經徹底改寫，稀缺版別頂級品相只係升值基礎門，獨一無二嘅傳承故事、時代敘事先係藏品突破材質價值、實現超額增值嘅核心密碼。就算係發行量巨大、零稀缺優勢嘅現代幣，只要有專屬情懷同溯源故事，就可以收得超高文化溢價。呢個亦都係普通藏家最大嘅機遇，唔使一味追逐撩不可及嘅天價珍品，只要養成留存藏品溯源資訊嘅習慣，
記低每一枚錢幣嘅入手時間、地點、緣由同相關故事日積月累，呢啲細碎文字記錄就會成為藏品獨一無二嘅附加價值，隨時超越錢幣本身嘅工藝同材質。基礎維度全面普及之後，2026年錢幣收藏進入顯微鏡級別嘅精細競爭，肉眼難辨嘅微小版別差異，成為新一輪財富分化嘅關鍵。以前大家分版別只睇年份、廠記、幣種，忽略模具細痕、沖壓誤差、收磨印記。而家隨住 3D 掃描、微觀紋理比對技術普及，全球藏家數據互通，所有隱藏微細版別被逐一挖掘，爆發出驚人升值潛力。仲係大家最熟悉嘅1971年香港女王1元硬幣，傳統認知只分 H 廠記同 K 銀廠記 ，H 廠工藝更佳，認可度更高。但2026年初，資深研究者透過上萬枚樣本比對 3D 建模發布重磅成果，首次公開1971年 H 廠記硬幣嘅稀缺剪口版別，極少量早期沖壓幣女王皇冠頂端有整齊嘅模具崩裂剪口痕跡，屬於模具未修復階段專屬特徵。短時間少量生產之後，鐵底絕跡，傳世量極度稀缺。呢個研究一出，直接改寫呢款幣嘅價值體系。剪口版獨立成為超稀缺細分版別。2026年6月 ，ML64 高分剪口版私人交易成交價突破10000港幣，而同分普通 H 廠版只值2-3千蚊。僅僅一處肉眼幾乎睇唔到嘅模具細痕價值直接翻幾倍。普通流通幣精細化競爭之外，精製幣賽道都出現全新玩法。初打精製幣成為高端玩家追逐熱點。傳統認知入面精製幣用曝光模具、低速重壓生產工藝遠超流通幣，但深度研究發現，模具會隨沖壓次數增加不斷磨損。新模具頭幾十枚初打幣紋理極致清晰，鏡面深邃浮雕立體明暗對比極佳。後期沖壓幣模具磨損，紋理模糊，質感大跌。呢種細微工藝差距帶來極高市場溢價。2026年上拍嘅一套1988年香港官方精製幣套裝，因為保留完美初打明暗質感，被評級機構標注超精浮雕專屬標撚，最後成交價比普通後期套裝高出40%，足以證明而家收藏競爭已經由肉眼表面差異升5級為儀器檢測數據佐證嘅微米級博弈。呢亦都為普通藏家指咗新方向。舊圖鑑老書已經追唔上市場更新速度，想挖掘手入面藏品嘅隱藏價值，一定要跳出固有思維，持續跟進專業論壇、科普平台同權威數據庫緊貼最新版別研究。屋企睇落普通嘅舊硬幣，背面暗記、紋理長短、落差細微差別，隨時係未被大跛步挖掘嘅稀缺版別，隨時翻倍升值。除咗版別同品相，錯體幣賽道都全面升級，鐵底告別低端時期炒作，走入科學化、儀器化、數據化嘅專業新時代。錯體幣因為天然環造失誤，自帶獨一無二稀缺性，一向係收藏熱門。但幾年人工高仿錯體氾濫，不法商家用移印缺打、裂模構造技術批量製造假錯體，專門盼新手，嚴重擾亂市場。呢個現象倒逼行業大幅提升認證門能。2026年 PCGS、NGC 兩大頂級機構全面升級按定流程，引入痕跡獨的學分析事實貼底，改寫錯體按定規則。以前鑑定天然裂模全靠評級師肉眼經驗，主觀性強，誤差大。而家儀器可以精準判斷痕跡成因天然模具開裂紋路呈樹脈錄放射狀，符合金屬疲勞物理規律自然舒展。人工電鑽打磨技造嘅痕跡僵硬死板，冇自然應力後，人工痕跡一目了然。新技術令大量高仿加錯體現形被剔除。與此同時，純天然零人工干預嘅真錯體稀缺價值持續走高。2026年4月 Spring 拍賣會，一枚1973年香港1元大餅陰陽面錯體幣驚藍全場。正常機制幣正反面維持180度標準反轉角度。呢枚幣沖壓時幣胚翻轉失敗，正反面形成不規則夾角，屬於極罕見機器瞬間失誤。多位資深拍賣官都表示極少遇見。呢枚獨一無二嘅錯體幣原本估價1萬港幣，經過多輪激烈競價，最後以2萬港幣落錘成交。買家重金入手嘅唔知係錢幣本身，仲係黃幣機器運轉一瞬間嘅偶然歷史印記。呢種天然失誤永遠冇辦法人工複製。而家錯體收藏賽道不斷拓寬，錯版郵票、文創藏品同樣熱度爆棚，少少特殊瑕疵隨時帶來幾十倍溢價。呢度俾所有藏家一個核心提醒：發現手入面錢幣郵票疑似錯體，千祈唔好隨手掂、隨手擦、隨手磨，避免破壞原始痕跡。亦唔好盲目四處問人，優先查官方錯體資料庫，確認係已知天然錯體先再考慮送評。
新手以為嘅錯體9成9都係流通殼碰、氧化腐蝕、人為磨損造成，並非原生黃造失誤。2026年錯體市場只有 PCGS NGC 官方錯體認證標冧，先係保值變現嘅唯一保障。冇正規評級嘅自製錯體，基本零收藏價值。縱觀2026年成個香港錢幣市場，精細化收藏長期持有，科學運營係唯一正確路徑，而最容易被普通人忽略，但直接決定最終收益率嘅係出貨策略。而家市場透明度極高，資訊傳播極快，一次盲目集中鋪售，足以摧毀一個品類幾年建立嘅價格體系同市場信心。今年5月，香港好望角中心就發生咗一場典型集盤悲劇，俾所有藏家狠狠上咗一課。一位資深老藏家離世之後，家屬完全唔識市場規則，急於快速變現，將老人畢生珍藏嘅300張年號、1968年香港有利銀行100元紙幣，一次性打包交俾細型拍賣行，要求單場網拍，全部上架清貨。熟悉收藏嘅人都知，呢款紙漏係圈內公認稀有精品，往年普通舊品單張成交穩定2-3萬港幣，係穩陣保值真品。但海量稀有藏品一次性湧入市場，即刻引發買家集體恐慌。大家開始懷疑，原本以為存量稀少，原來一次性可以出300張，證明市場存量遠超預期高位，接貨隨時被套。最後成場拍賣，冇人積極競價，成批稀有紙係平均成交價只係2萬一張，直接擊穿多年價格底線，令成個品類行情大跌。未來幾年都難以收復，一時心急變現，另一批頂級真品錄為平價貨，損失無法估量。同月同一平台，另一單交易形成超強對比，完美鑑識專業出貨策略嘅重要性。一位資深幣商出貨12枚1997香港回歸精製金幣，冇一次性清倉集盤，反而採用精細化分批出貨模式，每月只上架1枚，同時提前喺藏家社群專業論壇預熱逐一枚講解品商優勢、收藏故事同稀缺價值，定時定量嘅精細運營，持續維持市場熱度同需求缺口。每一枚成交價穩步上漲，單枚每月遞增5審左右，去到最後一枚收官金幣成交，單價比第一枚高出近50%，整套藏品總收益遠超集中排售。兩個真實案例話俾我哋知，藏品嘅稀缺性唔係天生固定，需要所有持有者共同維護，用心經營。除咗內心持有保護品相做好評級，成熟藏家都會主動維護市場共識，分享專業知識，千秋固品類價值，絕對唔亂砸價，唔批量清貨。二級市場入面，市場信心軟，比藏品本身更珍貴，信心崩塌，價格隨時10年翻唔到嚟。所以大家一定要記住呢條終極鐵律，無論你手入面藏品有幾多，將來變現永遠，唔好一次清空，唔好試探市場底線，少量持續有序釋放貨源，維持輕微供不應求狀態，令買家持續有期待有需求，藏品先可以穩定保值持續增值。呢就係錢幣行業由野蠻生長嘅散戶時代，走入精細化專業化新時代之後，留俾所有普通人嘅財富密碼。睇到呢度，相信你已經徹底打破幾十年嘅收藏誤區，摸清楚2026年香港錢幣市場嘅全部底層邏輯。錢幣收藏從來唔係靠運氣落漏，唔係靠年份斗升值，而係靠專業認知、細節判斷、科學保養同成熟變現思維。收藏嘅本質係同時間和解，同歷史對話。唔好再將唔切實際嘅發財夢寄託喺幾枚舊硬幣、舊紙撈上面，學懂讀懂錢幣背後嘅歲月痕跡、時代故事。尊重市場規律，深耕專業認知。你喺收藏入面收穫嘅成長同沉澱，遠比金錢財富更加珍貴。如果你屋企都擺住舊港幣、舊硬幣、舊紙幣，分唔清品相好壞，辨唔到版別稀缺，睇唔懂真實行情，又想學識科學保養、專業變現。如果你真心中意錢幣收藏，想持續收到最新拍賣動態、市場走勢同避坑慳貨，記得即刻點讚、訂閱、留言、評論。歡迎大家喺留言區曬出你嘅藏品，講出你嘅收藏疑問，我會逐條解答，帶你避開所有收藏陷阱，吃透新時代錢幣收藏嘅全部紅利。